作者千 DJX。故事夢幻島千版0.1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1集。這個影片幕之後都是第4維度或以上可以觀看。第4維度是不會死的，如果有換身體是可以保持永久的容貌，長生不老。關於你們升了維度，身體會感覺一股神力或神仙氣場。在第4維度，你們看見到大多數是投影世界，因為街道的人物角色是一種投影數據。你可以問這街道的人物投影角色借電話打，你們可以即時查看這些投影角色的手機電話。通訊錄是沒有輸入電話姓名名單，這就是投影角色的識別。另外，投影角色是白光影像、反光投影實體影像體。在投影世界，你們不可以偷東西和搶投影人的錢財，會即時變成遊戲人，除非你做遊戲人捐出你偷或搶的指定相等金錢，才會解封你是遊戲人的限制，重獲自由。另外，你已感覺升了維度，沒有錢繳付維度費，是有方法解碼的。只要你們去便利店用20元買支水或茶，便利店找回給你的錢就叫做維度空間換錢，你就正式成為那個維度的居民和保持空間不變，這樣就不需要繳付維度升遷的維度費。